云何静修身业？身自思维，行住坐卧，四威仪中，减摄3000，无令漏失。慈悲抚育，不伤物命。水陆空行，一切含食，命无大小，等心爱护。蠢动非，无令回顺。危难之流，殷勤波济，方便救度，皆令解脱。于他财物，不与不取，乃至鬼神，虽有主物，一一讨。终无故犯。贫穷乞丐，随己所有，静心之欲，令彼安隐，不求恩报。做事思维，过去诸佛，经无量劫行谈，不知相马欺真，头目随脑，乃至生命，舍而无吝。我今一耳，虽有之欲，欢喜供养，心无吝惜。于诸女色，心无染着，凡夫颠倒，为欲所罪，单荒迷乱，不知其过。如捉花精，不误毒蛇，至人观之，毒蛇之口，熊豹之首，猛火热铁，不以为欲。铜铸铁床，胶被烂肠，血肉糜溃，痛彻心髓。坐如是观，为苦无乐，隔囊生愤，脓血之具，外甲相涂，内为臭秽，不净流溢，虫蛆住处，暴肆特恐，亦所不及。智者观之，但见发毛着翅，薄皮厚皮，肉血汗泪，涕唾脓汁，筋脉脑膜，黄痰白痰，肝胆骨髓肺脾肾胃，心高膀胱，大肠小肠，生藏熟藏，屎尿臭处，如是等物，一一非人。时风骨肌，妄生言语，诈为亲友，其实愿度，拜得障道，为过至重，应当远离。如必怨贼，是故智者观之，如毒蛇响，宁尽毒蛇，不亲女色。何以故？毒蛇杀人，一死一生，女色系妇，百千万劫，种种处毒，苦痛无穷，谛察深思，难可复尽。是以智者，切减3眼，改往修来，备恶从善，不杀不盗，放生不施，不行淫秽，常修梵行，日夜精勤，行道礼拜，归平3宝，志求解脱，于身命财，修3间法，知身虚幻，无有自性，色即是空，谁是我者？一切诸法，但有假名，无一定实。是我身者，4大五阴，一一非我，合亦无，内外推求，如水聚沫，浮泡扬艳，芭蕉幻化，镜像水月，毕竟无人，无名不了，妄执为我，于非执中，恒生贪着，杀生偷盗，淫秽荒迷，敬业中朝，造业，虽非真实，善恶报应，如影随形，
做事观时，不以恶求，而养生命。应自观身，如毒蛇响，未治病故，受于四事。身着衣服，如裹痈疮；口贪滋味，如病服药。洁身简口，不生奢害。闻说少欲，身乐修行。故经云：少欲头陀，善知止足。世人能入贤圣之道，何以故？恶道众生，经无量劫，却依乏食，教缓好毒，饥寒切触，皮骨相连。我今暂却，未足未苦。是故智者，贵法见身，勤求至道，不顾行命。是名静修身业。云何静修口业？身自思为口之四过，生死根本，增长众恶，倾覆万行，地相是非。是故智者，欲拨其源，断除虚妄，修40语，正直柔软和合如实。此之4语，智者所行。何以故？正直语者，能除其语；柔软语者，能除恶口；和合语者，能除两舌；如实语者，能除妄语。正直语者有2：一称法说，令诸闻者信解明了；二称理说，令诸闻者除疑浅惑。柔软语者亦2：一者安慰语，令诸闻者欢喜亲近；二者工商清雅，令诸闻者爱乐受喜。和合语者亦2：一是和合者，见斗正人，见劝令舍，不自称誉，悲训敬物；二理和合者，见退菩提心人，殷勤劝进，善能分别，菩提烦恼，平等依相。如实语者亦2：一是实者，有则言有，无则言无，是则言是，非则言非。二理实者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如来灭，常住不变。是以智者，行40语，观彼众主，况劫以来，为彼四过之所颠倒，审轮生死，难可出离。我今欲拨其源，观彼口业，唇舌牙齿，咽喉其相，食风骨肌，因出其中，由心因缘，虚实两别，实则利益，虚则损减。实是起善之根，虚是生恶之本。善恶根本，有口言权，权善之言，名为4正；权恶之语，名为4邪。邪则救苦，正则归乐。善是助道之源，恶是败道之本。是故智者要心扶正，时语自立，诵经念佛，观语实相，言无所存，语莫平等。是名静修口业。云何静修意业？身自思维，善恶之源，皆从心起。邪念因缘，能生万恶；正观因缘，能生万善。故经云：三界无别法，唯是一心作。当知心是万法之根本也。
云何邪念？无名不了，妄执为我。我见坚固，贪邪见，恒记所有，生诸染着。故经云：因有我故，便有我所。因我所故，起于断肠。62见，见思相续。98识，三界生死，轮回不息。当知邪念，众恶之本。是故智者智而不随。云何正观？彼我无他，色心不二。菩提烦恼，本性非殊。生死灭，平等一照。故经云：离我所，观于平等。我即灭，此二皆空。当知诸法，但有名字。故经云：乃至灭，亦但有名字。又云：文字性离，名字亦空。何以故？法不自明，假名全法。法既非法，名亦非名。名不当法，法不当名。名法无当，一切空寂。故经云：法无名字，言语断故。是以妙相觉明，真名非字。何以故？无为寂灭，至极微妙。觉相离明，心言路绝。当知正观还原之要也。是故智者正观因缘，万感思迁，静至双忘，心缘静矣。是名静修意也。此应四宜，六根所对，随缘了达。入道次第云耳。奢摩他颂第四，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，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。夫念非忘尘，而不息尘；非息念而不忘尘。忘则息念而忘，念息则忘尘而息，忘尘而息，息无能息。息念而忘，忘无所忘，忘无所忘。尘疑非对，息无能息。念灭非知，知灭对疑。一向明寂，去而无寂。妙性天然，如火得空，火则自灭。空与妙性之非相，火比妄念之不生。其辞曰：妄缘之后寂寂，灵知之性历历。无寂昏昧昭昭，气真本空得得。星星寂寂是，无寂寂寂非。寂寂星星是，乱想星星非。若已知之寂，此非无缘之。如手执如意，非无如意手。若已自知之，亦非无缘之。如手自作拳，非是不全手。亦不知之寂，亦不自知之，不可谓无知。自性了然故，不同于木石。手不执如意，亦不自作拳，不可谓无手。以手安然故，不同于兔角。复次修心见次者，夫已知之物，物在之亦在。若已知之知，知之则离物，物离由之在。起知之于之，后知若生时，前知早已灭。二知既不定，但得前知灭，灭处谓之境。能所据非真，前则灭灭隐之，后则知之续灭，生灭相续，自是轮回之道。
今言之者，不须知之，但知而已，则前不皆灭，后不引起，前后断续，中间自孤，当体不顾，应时消灭，肢体既已灭，豁然如脱空，继而少时间，唯觉无所得，即觉无觉，无觉之觉，一乎目时，此事出心处，明然觉虑，大通此人，能所顿忘，先缘尽境，去而虚寂，自觉无知，无知之性，一乎目时，此事出心处，领会难为，入出心时，三不应有：一恶，为思维世间五欲等因缘；二善，为思维世间杂善等事；三无忌，为善恶不思去而昏住。戒中三应须具：一摄律一戒，为断一切恶；二摄善法戒，为修一切善；三饶益有情戒，为是度一切众生。定中三应须别：一安住定，为妙性天然本自非动；二引起定，为诚心计怕发应增明；三半是定，为定水明清万象思见。会中三应须别：一人空会，为了因非我，即因中无我，如龟毛兔角；二法空会，为了因等诸法，缘假非实，如镜像水月；三空空会，为了静智具空，是空亦空。见中三应虚实：一空见，为见空而见非空；二不空见，为见不空而见非不空；三性空见，为见自性而见非性。天中三应虚见：一有法身无盘惹解脱；二有盘惹无解脱法身；三有解脱无法身盘惹。有一无二故不圆，不圆故非性。又天中三应虚见：一有法身盘惹无解脱；二有盘惹解脱无法身；三有解脱法身无盘惹。有二无一故不圆，不圆故非性。圆中三应虚具：一法身不痴即盘惹，盘惹无着即解脱，解脱即灭即法身；二盘惹无着即解脱，解脱即灭即法身，法身不痴即盘惹；三解脱即灭即法身，法身不痴即盘惹，盘惹无着即解脱。举一即具三，言三体即一，此因中三德，非果上三德，欲知果上三德，法身有断德耳，因断惑而显德，故名断德。自受用身有智德，具四智真实功德故，他化二身，有大恩德。他受用身，于实得菩萨有恩德故。三种化身，于菩萨二乘一生有恩故。三谛四智，除成所作智，为缘俗谛故。然法无浅深，而照之有明昧；心非垢净，而解之有迷雾。创入初心，迷复何非浅？中气原理，达使何非深？迷之失理而自他，悟之失他而即理。迷悟则同其智，故有见次名焉。复次初修心人，
入门之后，须止5念：一固体，二串习，三接续，四别生，五即静。固体念者，谓起心思为世间五欲及杂善等事；串习念者，谓无心故意忽而思为善恶等事；接续念者，谓串习忽起，知心持散，又不制止，更复续前，思维不住。别生念者，谓觉之前念事散乱，即生惭愧改悔之心；即静念者，谓初作时，更不思为世间善恶及无忌等事，即此作功，故言即静。串习一念出生者，多接续固体2念；懈怠者有别生1念；惭愧者多即静1念；精进者有串习。接续固体别生4念为病，即静1念为药。虽复药病有殊，总数据名为念。得此5念停息之时，名为一念相应。一念者灵知之自性也。然5念是一念之条，一念是5念根本。复次若一念相应之时，须持6种料件：一时病，二时药，三时对治，四时过生，五时是非，六时正住。第一病者有2种：一缘虑，二无忌。缘虑者善恶2念也。虽复差殊，俱非解脱，是故总数名为缘虑。无忌者虽不缘善恶等事，然俱非真心，但是昏住，此2种名为病。第二要者，亦有2种：一寂寂，二清清。寂寂谓不念外境善恶等事，清清谓不生昏住无忌等相，此2种名为要。第三对治者，以寂寂治缘虑，以清清治昏住，用此2要对比2病，故名对治。第四过生者，谓寂寂久生昏住，清清久生缘虑，因要发病，故云过生。第五时是非者，寂寂不清清，此乃昏住；清清不寂寂，此乃缘虑；不清清不寂寂，此乃非但缘虑，亦乃入昏而住。亦寂寂亦清清，非为历历，兼复寂寂，此乃还原之妙性也。此4句者，前3句非，后1句是，故云实是非也。第6正住者，以清清为正，以寂寂为住，此之2事，体不相离。犹如病者，因障而行，以行为正，以障为住。夫病者欲行，必先取障，然后方行。修心之人，亦复如是，必先息缘虑，令心寂寂，次当清清，不致昏甚，令心历历，历历寂寂，2名一体，更不一时。譬夫病者欲行，却障不可，正行之时，假障故能行。做功之者，亦复如是，历历寂寂，不得一时。虽有2名，其体不别。又曰：乱想是病，无记亦病。寂寂是药，
星星异耀，寂寂破乱响。星星至无际，寂寂生无际。星星生乱响，寂寂虽能治乱响，而复还生无际。星星虽能治无际，而复还生乱响，故曰星星寂寂是无际，寂寂非寂寂。星星至，乱响星星非。寂寂未住，星星未正。思之，复次料简之后，虚名时一念之中五音，为粒粒分别，名实相应，即是实音。领纳在心，即是受音。心源此理，即是响音。行用此理，即是行音。污秽真性，即是色音。此五音者，举体即是一念。此一念者，举体全是五音。粒粒见此一念之中，无有主宰，即人空慧，见如幻化，即法空慧。是故须识此五念及六种料见，愿勿闲之。如取真金，明实瓦砾，即以为宝。但尽除之，纵不识金，金体自现，何忧不得？毗婆舍那颂第五夫尽非智而不乐，智非尽而不生，智生则了尽而生，尽了则智生而乐，智生而乐，乐无所乐，乐尽而生，生无能生，生无能生，虽智而非有，乐无所乐，虽尽而非无，无即不无，有即非有，有无双照，妙物萧然，如火得心。米迦炽盛，心欲发智之多境，火比了境之妙智。其词曰：达性空而非复，虽圆假而无着，有无之境双照，中观之心利落。若至了于境，即是境空。至如眼了花，空至了花空眼。若至了于智，即是智空。至如眼了眼，空至了眼空眼。智虽了境空，即以了智空。非无了境智，境空智犹有，了境智空智，无境智不了。如眼了花空，即以了眼空。非无了花眼，花空眼犹有，了花眼空眼，无花眼不了。复次一切诸法，悉假因缘，因缘所生，皆无自性，依法即耳，万法皆然，境智相从，于何不济？何以故？因缘之法，性无差别，故今之三界，轮回六道，升降尽会苦乐，凡圣差殊，皆由三业四宜，六根所对，随情造业，果报不同。善则受乐，恶则受苦。故经云：善恶为因，苦乐为果。当知法无定相，随缘构集，缘非我有，故曰性空。空故非异，万法皆如。故经云：色即是空，四因一耳。如是则何独凡类缘生？亦乃三乘圣果，皆从缘有。是故经云：佛众从缘起，是以万机从凑。达之者，则无非道场，色相无边，
物之者则无非寒热。故经云：色无边故，当知寒热亦无边。何以故？静非至而不乐，至非静而不生。至生则乐静而生，静乐则至生而乐，至生而乐，乐无所乐，乐静而生，生无能生，生无能生，则内至寂寂，乐无所乐，则外静如如，如寂无他，静至明一，万类都宁，妙旨存焉。故经云：盘惹无知，无所不知。如是则妙旨非知，不知而知矣。幽闭他颂第六，夫定乱分正。动静之源末二，于会乖录。明暗之本非殊，群迷从暗而被明。舍静以求动，众物被动而从静。舍暗以求明，明生则转于成慧，静立则息乱成定，定立由乎被动，慧生因乎舍暗，暗动联系于繁龙，静明相趋于物表，物不能于，功有于慧，凡不能乱，功有于定，定慧更资于静明。于乱相缠于暗动，动而能静者，即乱而定也；暗而能明者，即愚而慧也。如是则暗动之本无他，静明由兹何道？于乱之源非异，定慧于是同宗。宗同则无源之辞，定慧则寂而常照，寂而常照则双遇。无源之辞则双夺，双夺故幽闭他，双语故毗婆奢摩，以奢摩他故，虽寂而常照，以毗娑舍那故，虽照而常寂，以幽闭他故，非照而非寂，照而常寂故，说俗而即真，寂而常照故，说真而即俗。非寂非照，故渡口于皮耶。复次观心识门，初则言其法耳，次则出其观气，三则与其相应，四则景其上慢，五则借其书带，六则重出观气，七则明其是非，八则减其权制，九则处图成观。十则妙气玄元，第一言其法耳者，夫心性虚通，动静之源末二，真如绝律，圆寂之念非殊，或见分持，穷之则为一寂，灵源不状，见之则以千差，千差不同，法眼之名自立，一寂非异。慧眼之好思存，理量双消；佛眼之功圆者，是以三谛一境；法身之理清，三智一心；盘惹之明常照，静智明和；解脱之应随机，非纵非横；元一之道玄慧，故知三德妙性。玩而无乖，一心深广难思，何出要而非路？是以极心未道者，可谓寻流而得源矣。第二出其观其者，知一念即空不空，非空非不空。第三与其相应者，心与空相应，则机会暂遇，何忧何系？身与空相应，则刀割相图，何苦何乐？依报与空相应，则失与劫夺，何得何失？
心与空不空相应，则爱见都忘。慈悲普救，身与空不空相应，则内同枯木，外现威仪。依报与空不空相应，则永绝贪求，资财给济。心与空不空，非空非不空相应，则实相出明，开佛之见。身与空不空，非空非不空相应，则依尘入正受，诸尘三昧起。依报与空不空，非空非不空相应，则香台宝阁，岩土化生。第四景其上慢者，若不尔者，则未相应也。第五戒其书代者，然渡海应须上船，非船何以能渡？修心必须入关，非关无以明心，心尚未明，相应何日？思之物自是也。第六重出关其者，知一念即空不空，非有非无；不知即念即空不空，非有非无。第七明其是非者，心不是有，心不是无，心不非有，心不非无。是有是无即多是，非有非无即多非。如是是，是非之非，谓是非是，非非之是。今以双非或两是，是或非是，由是非又以双非或两非，非或非非即是是。如是是非是，非非之是谓是，不非不非，不是不是。是非之惑，绵微难见，神清虑净，细而言之。第八简其全执者，然而至理无言，假文言以明其旨。旨宗非观，借修观以会其宗。若旨之未明，则言之未得；若宗之未会，则观之未深。深观乃会其宗，得言必明其志。旨宗既其明会，言观何得纯耶？第九处图成观者，夫在演言辞，众标观体，欲明宗旨无异。言观有逐方仪，宜言则言理无差，改观则观旨不异。不异之旨即理，无差之理即宗。宗旨一而二明，言观明其弄因耳。第十妙气玄元者，夫悟心之事，明直观而迷止，达交之人，起至言而惑理。理明则言语道断，何言之能易？只会则心行处灭，何观之能思心？言不能思义者，可谓妙气环中矣。三乘见次第七，夫妙道充微，理觉明相之表，至真虚寂，量超群数之外，而能无缘之词，虽有机而感应，不二之志，逐根性以区分，顺物忘怀，失而不作，终日说事，不义无言，设教多仆，无乖依魁，是以大圣慈悲，随机利物，统其优质，群集飞书，中下之流，观地圆而自小，高尚之志，欲六度而成大，由是品类于迷，无能自晓，或因说而误解，故好声闻，缘其所修，次第而为本行，观无常而生恐，
念空寂以求安，换六道之轮回，恶三界之生死，见苦常怀厌离断集，为其生正灭，独弃无为修道，唯论自度，大事之心未普，摄化之道无知，六合之境空然，三界之死迷运，因乖万行，果却圆长，六度未修，非小何类，如是则生闻之道也。或有不因他化，自悟非常，偶缘散而体真，故名缘觉，缘其所习，十二因缘，而为本行，观无明而即空，达诸行而无作，二因既非其业，无果之报何愁？爱取有以无私，老死亦何所累？故能然独脱，静处幽居，观物变而物非常，睹丘陵而入真道，肆宜详叙，摄心虑以田鱼，性好单期，弃兼临而自是，不亲说法，现神力以化他，无佛之事，出兴作佛，登之后验，身为善计，一丸清虚，独宿孤峰，观缘散灭，利他不土，自意未圆，余下有剩，余上不足，两非其类，未处中成，如此辟之佛道也。如其根性本明，玄公素的，学非博涉，解自生之，心无所缘，而能利物，慈悲至大，爱见之所不居，终日度生，不见生之可度，一意其志，解惑同源，人法俱空，故名菩萨。缘其所修，六度而为正因，行之则尽命轻财，持戒则极罗无犯，忍辱则身名非我，割节何伤，安奈毁誉，八风不动，精进则勤求至道，如救头然，自行化他，刹那之品无见，禅那则身心既怕，安般悉微，助既定以自资，运次宜而利物，智慧得了之缘起，自性无生，万法皆如，真缘至寂，虽知烦恼无可舍，菩提无可取，而能不正无为，度生长劫，广修万行，等观群方，下及地缘，上该不共，大事之心普备，四摄之道通收，总三界以为家，扩四生而为子，悲智双运，福慧两言，超越二乘，独居其上，如是则大成之道也。是以一真之理，逐根性以接他，取义随机，三乘之唱备矣。然而至理虚玄，穷微绝妙，尚非其一。何至于三？不三之三而言三，不一之一而言一。一三非三尚不三，三一之一亦何一？一不一自非三，三不三自非一，非一一非三不留，非三三非一不立，不立之一本无三，不留之三本无一，一三本无无亦无，无无无本故妙绝。如是则一何所分？三何所合？合分自于人耳。
合理益于言哉？匹夫三受度合，合一宁从受合，复合独合非受合，一乃受不合，分合上不成。三合体得以合而合受，受上不成一，受体得以受而成合，合非受而合三，受非合而合一，一合独包三受，而合未成三，三受共履一合，而受未长一，受之非一，名其足有短长，合之不三。知其水无深浅，水无深浅，譬法之无差，足有短长，类智之有明昧。如是则法本无三，而人自三耳。今之三成之初，四谛最标其受，法之既已无差，四谛亦合非大，而言声闻观之。未居其小者哉？是之必以于何？人之若受，声闻最烈，与兔未仇，虽复奔波，宁穷浪地，未能知其深极，未自居卑，何必观地之流？一概同其成效，如其智照高明，量其相向者，则可以穷源尽际，焕然成大矣。故知下至观者，得声闻果；中至观者，得缘觉果；上至观者，得菩萨果。明宗皎然，岂容普度者矣？是以声闻见苦而断集，缘觉悟集散而观离。菩萨了达真缘，知己本无合，三人同观四谛，正果之所差殊，良由观有浅深，对照明其高下耳。是以下成形下，中上之所谓修，上成形上，而修中下，中行中下，不修于上。上中下之在人，非必令其大小耳。然三成虽殊，同归出苦之要。声闻虽小，见爱之惑已趋，故于三界无忧，分段之行灭矣。三明照耀，开朗八万之节，现前六通，纵任无为，山壁由之直渡，时复空中行住，或坐卧之安然。沼则轻若鸿毛，摄得则犹如驴睡。九定之功满足，18之变随心。然三藏之佛，望六根清净味，有其有列，同除四柱，此处谓其。若佛无名，三藏则列，佛尚未列，二乘可知。望上断伏虽殊，余下物迷有隔。如是则二乘何就？而欲不修者哉？如来未对大根，引归宝所，令修众智，同气原一，或毁或欲，亦阳当时耳。凡夫不了欲未被呵，明知见爱尚存，去二乘而甚远，虽复言其修道，或使诸所不屈，非为身口未端，亦乃心有产屈，见生自异，解备真权。圣教之所不依，明知未曾承受，根源非为素习，见解未欲生之，而能智辩通谈论，以知终日，时复千余经语，曲会私情，纵邪说以狂于人，
播因果而排罪福，顺情则息宜生爱，为义则于楚怀。三受之状固然，称谓乃酬菩萨。出天之非未免，过人之信又盈。大成之所不修，而复积于小学。自一时之强口，谤说之患坑然。三途苦轮，报之长劫。哀哉欲哉！言及怆然悲酸矣。然而达性之人，对镜米加其照，忘心之事，相善不摄其怀。况乎三业之邪非，宁有立心于尘低？是以见玄之律，敬三受于心源。诋秽之流，扫期之于身寇。无情往亲尘业，有时无脑明。幽见未足比其轻，飞雪无以方其速。倦得若与群羊翅，望星月以穷高。气恶若林中金钩，头将迎而近底。玄息残其照远，上界欲以元宵。静至可以元虚，定慧君而等妙。桑田改而心无益，海月迁而志不移。而能触愧飞轩，凝神挺照，心源朗净，慧解无方。观法性而达真如，见经文而依了义。如是则一念之中，合法门而不惧。如其妙慧未彰，心无准得，解非气力，行却超尘。乖法性而顺常情，背源泉而直权说。如是则次第随机，对根源而设教义。是以续其纲纪，委息于所，为明深浅宗途。略言其趣，三成之学，影响之其分微耳。是理不二第八夫妙悟通衢，则山河非庸；弥明至香，则丝毫成格。然万法本源，由来实相。尘沙或去，原是真宗。故物象无边，盘惹无迹者，以其法性本真，了达成之故也。辟夫行由通径，则万里可期；如其处物通衢，则中朝域内，以其不知物有无形之判，取有穷虚之欲故也。是以学由中道，则实相可期；如其只有至无，则终归边见，以其不知有有非有之相，无有非无之实故也。今之色相分泄，穷之则非相，因生口患；究之则无言，迷之则未有形生。悟之则知其去迹，如是则真谛不乖于事理，即事理之体原真。妙智不异于了知，即了知之性原智。然而妙智绝言，假文言以全智。真宗非相，假名相以标宗。辟夫相非雪山，假雪山而类相。此但取其能类耳，其以雪山而为相耶？今之法非常而直有，有假非有以破常，性非断而直无，假非无而破断。类夫净非水灰，假水灰而洗净者，此但取其能洗耳，其以水灰而为净耶？故知中道不天，假二边而辩证，断常非是。既无有以明非，若有若无言即非。
非有非无亦何事？信之妙达玄元者，非常情之所特也。何者？夫妄非于出，真不至生。达妄名真，迷真曰妄。其有妄随于变，真主智回，真妄不差，于智自异耳。夫欲妙持玄宗，必先审其于智。若欲审其于智，善须明其真妄。若欲明其真妄，复当究其明体。明体若分，真妄自变。真妄既变，于智飘然，是以于无了智之能。智有达于之时，故知非智无以明其真妄，非智莫能变其明体。何者？或有明而无体，或因体而知明。明体混序，实难穷究矣。是以体非明而不变，明非体而不知。言体必假其明，与明必借其体。今知体外之明者，此但明其无体耳。其有体当其明耶？匹夫兔无角而知明，此则明其无角耳。其有角当其明耶？无体而知明者，则明无实明也。明无实明，则所明无也。所明既无，能明不有也。何者？设明本以明其体，无体何以当其明？言体本以当其明，无明何以当其体？体无当而非体，明无明而非明。此则何独体而元虚？亦乃明而本寂也。然而无体当明，由来若此。明之体当，何所云谓？夫体不自明，假他明而明我体。明非自设，假他体而知我明。若体之谓行，则明何所明？若明之谓设，则体何所明？然而明体虽假其明，不谓不明而无体耳。设明要因其体，无体则明之本无。如是则体不明生，明生